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獨自去偷歡嘅系列咁啊！今次要講本書叫做《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聖經》（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ractice and Principle）。咁我自己一睇個名啦，咁其實都係喺人哋嗰啲抖音啊嗰啲嘅讀書片嗰度咧就見到呢本書。咁啊，我自己其實就係做教育界嘅，咁所以我其實就喺一個非營利組織裏邊啦。咁我見得到裏邊講啲嘢好好，咁所以我就揾咗本書嘅本身去到睇啦。咁啊，我自己都覺得都值得去睇嘅。咁啊，呢個版本咧就係其實我嘅一個嘅閱讀嘅筆記，咁所以比較冗長嘅，可能對於一般人嚟講。咁之後我有一個版本係 AI 加強版嘅。咁如果大家真係對本書可能即係冇咁多時間，可能即係想了解下嘅話咧，不妨可以睇個簡短啲嘅版本。咁啊，首先講一講個書本嘅基本資料先啦。咁啊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聖經，咁啊個作者叫做彼得杜拉克，係一個管理學上面非常出名嘅大師嚟嘅。咁喺95年嘅時候，佢寫成咗呢本書。我睇嘅都係呢個版本嚟嘅。咁我書嗰個標題咧，其實佢就覺得一切都係從使命開始嘅，而組織最重要嘅亦都正正係個使命。咁之後由使命嘅時候，佢就牽涉到嗰個成效啦，即係其實件事係咪真係落到地啦，做成點啦？咁以至於你要去到管理嘅時候，你就要去經營到嗰個嘅績效啦，即係用現代人嘅術語，即係 KPI 啦。咁佢嗰個年代未有 KPI 呢樣嘢。咁但係其實管理大師都覺得其實最緊要都要發展到人先係最緊要嘅，咁所以佢亦都用咗一個章節去到講人力資源嘅發展，咁去到最尾由人去到牽涉翻嗰個人嘅自我成長。咁第一樣嘢佢講到其實嗰個使命同埋目標嘅時候，就係你唔認同嘅話就唔會投入，唔投入嘅話就唔會成功噶啦。咁所以作為選擇領袖嘅時候，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其實你會唔會俾你仔女喺佢嘅手下去到工作咧，亦都願唔願意你嘅仔女用佢嚟做榜樣？即係如果你兩樣都係答 no 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就唔係一個好嘅領袖咯。咁至於領袖嘅戒律就係佢要同同事去説明緊我哋究竟呢一刻所面對緊嘅問題係啲乜嘢，包括我哋做緊啲咩選擇。咁於是乎講咗出嚟嘅時候，你就同佢哋問下有啲乜嘢嘅睇法。咁樣去做咧，其實最低限度就令到所有嘅同事都了解決策者係冇亂嚟嘅。咁其實我而家都覺得其實好多時候我喺嗰個管理學上邊咧，或者處於嘅位置啦，我都覺得其實佢哋就係做呢樣嘢做得好差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即係冇辦法俾我了解得到其實佢有冇亂嚟，即係我只係相信佢哋冇亂嚟，但係我唔知道其實佢有啲咩 option。咁冇擔心組織裏邊有人啦，嗱裏有人添，組織裏邊有人，OK 係比你更加在行啦，亦都唔好邀功，亦都唔好壓榨下屬，呢啲都係啲好領袖好重要嘅戒律嚟嘅。咁對於領袖嘅重要素質係咩咧？就係佢要了解到嗰個任務餅係做啲乜嘢。咁第一樣嘢你知道到佢做咩啦。咁於是乎你就要追求嗰件事嘅成果。記住目標係要以行動去到量度嘅。所以我哋個重點唔係在於制定政策，要做制定政策，但係最緊要行動。呢個亦都係我喺我個位置裏邊成日我都覺得好困擾嘅地方，即係好多時候大家都好似匿咗喺個門後邊，大家整咗好多政策出嚟，但係其實嗰個所謂嘅領袖又冇出嚟去到做任何行動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係唔理想嘅。咁有個使命、有個目標嘅時候，就持續地去改善。因為你真係想改善一間機構嘅生產力咧，你就要對每樣生產要素都有啲相對政策，而永遠記住最重要嘅一定係人，唔係在於你要更加努力去到做，而係力要用啱嘅地方，聰明咁工作。咁大家亦都唔係一個完美嘅人嚟嘅，所以要擺喺一個啱嘅地方，令到我哋發揮到自己所長。第二樣嘢就係錢，要點樣可以令到有限嘅資源去做得更加多嘅成果。第三個要素就係時間。咁由使命去到成效嘅時候，我哋就要尋找一啲革新嘅機遇啦。咁好多時候非營利組織都唔缺乏即係一啲新嘅諗法嘅，我自己都覺得係嘅。但係最缺乏嘅係咩咧？就係缺乏緊實際行動嘅意願同埋能力。呢樣嘢我亦都好感同身受，即係大家好願意去諗嘢嘅。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唔願意去諗嘢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去到要去 take 一個 action 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呢個咁嘅 willingness 同埋冇咁樣嘅 capacity。去到做，即係個意願同埋能力，其實真係往往限制緊一間公司或者機構向前行咯。咁一個成功嘅非營利組織，其實就要尋求到一啲新嘅機會，作為一個組合嘅基礎。於是乎，佢可以檢視得到我哋自己裏邊嘅狀態，再從而可以創造一啲新嘅契機出嚟。咁喺行銷最重要嘅咧，就係其實第一樣嘢，亦都係最緊要、最基本嘅，就係研究市場。我自己係做教育界嘅，好坦白，我都會同同學講，其實我都係個 sales 嚟嘅。我都要將我哋呢間學校去賣去我哋嘅社區裏邊，於是乎等有新嘅學生 join 入去我哋間學校裏邊，
學校先可以繼續成長。所以第一樣嘢你要研究個市場係好緊要。第二樣嘢就係區隔個市場，就係究竟 A 學校同 B 學校，究竟 A 學校有咩優點，B 學校有咩優點。我自己係 biology 老師，我而家教緊佢哋 ecology，我哋正講嘅就係咩咧？就係個 niche，就係個生態位。咁於是乎，當我哋鎖定到我哋嘅目標市場嘅時候，就可以揾到你自己嘅定位，繼而你就可以符合到一啲你嘅對象想要嘅服務，去到最尾你先將自己 sell 出去。而我哋而家往往所有人做緊嘅嘢係咩咧？就係將我哋嘅預算用咗錯嘅地方，就係你根本上未揾到自己嘅特色，或者根本上係 sell 錯自己嘅重點。於是乎你就係咁抌廣告出去，除咗燒錢之外係毫無意義㗎。咁所以即係我睇到你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其實真係大師講得好好啊！咁即係講完咁多嘢，又翻去到個使命嘅目標嘅時候咧，就係你要話到俾同事聽，其實你嗰個清晰嘅目標同埋使命係啲乜嘢先得㗎。即係你嘅同事其實佢可能佢都唔了解，其實間公司係點樣運作嘅時候，你要俾佢清楚了解緊，佢哋面對緊係一個市場，而唔可以淨係得籠統嘅了解，係要了解緊細節。於是乎，你就要再俾埋工具佢哋，等佢哋可以萬無一失咁出擊。請你唔好訴諸感情同埋理智話，哎呀，大家真係咁樣好有責任心啊！大家為咗喺呢個社會咧做一件好事啦。我成日都聽埋啲咁嘅嘢嘅時候，我都好混亂。咁但係你乜唔係其實應該係翻工同埋收緊糧嘅咩？我好混淆，我理解唔到究竟大家嗰個討論嘅時候，想去嗰個邊點？即係如果大家都咁講良心嘅時候，不如大家試下唔收糧去諗下做下呢件事啦。即係我就唔會嘅。咁所以即係要理智同埋感性兩樣嘢同一時間並行嘅時候，先至係可以做到件事咯。咁啊，佢當然啦，即係好預觀估啦，95年啦，佢當時冇人工智能啦，咁佢講到電腦啦，咁但係其實佢都講得好好嘅，就係咩咧？就係講用電腦啦、電郵啦等等，我哋可能可以做到好多募捐，因為佢係一個非營利組織啊嘛，可能會做到好靚嘅一張成績單，即係 KPI 啦。咁於是乎你咪減少咗同事，咁啊好似件事快咗啦。咁但係其實你喺個過程裏邊，你失去咗你擁護群同埋一班志工，即係一班了解你嘅人，同埋其實嗰班人就正正係你可以幫到佢 sell 你個機構噶嘛。所以其實你個機構嘅成長優勢同埋所有嘢全部一齊冇晒。所以科技應該係提供緊個志工嘅工作效率，而唔係取代佢咯。咁就住個績效嚟講咧，其實我哋有決策就有風險㗎啦。咁所以一個永遠都打緊安全牌嘅一個管理層咧，我其實亦都會好混亂。究竟其實佢想做緊啲乜嘢咧？而決策係需要投入時間同埋精力嘅，但係我究竟佢哋係咪做緊一啲必要嘅決定咧？定係佢哋做緊一啲好瑣碎、好例行性嘅決定，而以至於成個團隊其實都進行一啲冇結果嘅行為咧？咁而決策裏邊，佢亦都會相信其實有三種風險嘅。第一就係佢哋我哋承擔到個風險啦。第二就係其實無路可退嘅決策咧，就係如果失敗嘅話就會有嚴重損失啦。第三就係你唔做就真係完全唔得嘅。咁頭先都有講，即係你有唔同嘅決定啦，咁總會有唔同你意見嘅。咁於是乎咁就係有人唱反調啦，即係反對你啦。咁其實佢會建議作為一個管理層咧，應該要公開咁俾大家去到表達自己嘅睇法。咁樣係會俾人哋覺得佢嘅意見係受到重視，亦都作為管理層可以趁機了解邊個係反對你嘅人，同埋佢反對嘅理由。咁而要令到件事係可以解決得到，就要你揾得到大家都同意嘅部分先啦。即係譬如好似我係做教育界咁樣，其實大家做緊嗰樣嘢係咪教緊學生先？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不如大家諗下究竟你哋做緊啲乜嘢啦？咁要決策嘅時候有四大好重要嘅提醒，就係第一樣要及時啦、on time 啦，唔好 delay 啦，因為好多時候議而不決啦。第二樣嘢就係鎖定到喺公司裏邊或者機構裏邊一班會支持你嘅人啦，集中火力去說服佢哋啦。之後你要揾到人去執行呢個政策啦。如果冇人去執行呢個政策嘅話，就請你唔好做呢個決策啦。最後就要全盤咁去思考，就係你要將個決策變成一個執行嘅人熟悉嘅語言，合乎佢嘅思路。於是乎就將呢一啲咁諗法擺咗佢哋嘅指示同埋訓練裏邊，並且反映喺個報酬。即係你只要做到，其實你會收到多啲錢或者其他嘢啦。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志中，佢唔一定係攞緊錢嘅。咁佢中間亦都有個 section，佢特登講到教育啦。咁其實佢就講緊好多時候，我哋都定下嗰個優先次序，就係要用一個較遠嘅角度去評估翻教育嘅成效。我哋好多時候集中咗喺每個學期、每個學年一啲學生上面嘅成績。其實呢啲嘢，即係管理大師都覺得，其實呢啲嘢係一啲冇意義嘅事情嚟㗎。因為學生準備讀完嘅嘢，其實往往一個星期之後就冇任何意義，亦都冇人會記得。咁所以我哋其實想教佢嘅話，係要令到學習成為佢人生裏邊嘅一個部分。
唔係令到佢去背嘢，亦都唔係想成為個案，而係將個學習嘅責任放翻喺嗰個學生身上，即係要令到佢成為佢嘅責任啊 calling of duty。咁處理完教育之後，佢又翻去到人力資源嘅一部分啦。咁佢就覺得其實要一個實際嘅任務嚟咗起點，即係唔好淨係喺度講一啲嘅職務説明啦。咁要培養人才嘅話，就要睇表現。但係第一唔好企圖喺一個人嘅弱點上面建立到一啲新嘢啦。第二就係唔好用啲短淺嘅目光去到睇佢啦。即係工作唔係淨係需要技能嘅，你仲有嗰個人嘅職業同埋佢嘅生涯。所以我哋一定要諗到一個長期嘅目標嘅。咁但係佢亦都講到好重要一點，就係唔好成日都諗一個接班人啦，因為其實你咁樣咧就會太過集中咗喺潛力上面，即係佢好似我啊，我覺得好想培養佢。其實個機構係唔需要你嘅一個 copy 嘅版本嘅。於是乎，我哋請人要做一啲佢哋做到嘅事情，使命一定要簡單，俾人覺得有一定難度，但係做得到嘅，因為可以提升佢嗰個人。從而因為佢做得到，就可以令到佢充滿咗自信。於是乎去到最後嗰句就係、你令到佢覺得我冇嚟到白活，冇嚟到白翻工，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嘅一點嚟嘅。為咗要發展一個人，咁主管硬係唔捨得俾一啲做得唔好嘅人去走嘅。咁因為佢哋覺得曾經大家都係同甘共苦啊嘛。咁本書裏邊建議一個好簡單嘅規矩啦，即係如果對方肯試嘅就俾一次機會佢，如果唔係嘅話，請你請佢離開啦。咁要建立一啲好嘅團隊，就一定要以工作任務嚟做開始，而你應該要問嘅其實就係我哋要做乜，同埋我哋嘅核心活動係啲乜嘢。咁之後你就可以了解每個人嘅長處 pure talent，於是乎你就可以發揮喺呢個核心活動上面，因為可能佢嘅長處同個核心活動本身唔匹配嘅時候，咁咪換過個人咯，或者可能你即係要揾另外一個人再加入你個團隊裏邊咯。咁有好多嘅服務機構都忽視咗佢嘅舊有受惠者嘅，例如病人或者畢業生。其實要改善機構喺社區裏面嘅地位嘅話，就正正係呢啲人去到着手。我自己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提醒嚟嘅。咁如果你發覺自己係一個錯嘅地方啦，而嗰個機構係腐敗嘅話，或者你覺得你表現唔受你主管青睞嘅話，最正確嘅選擇就係辭職。咁升唔升職其實真係唔係重要嘅問題，重點係你係咪適任同埋你係咪受到公平對待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好快就會降低自我評價。咁我自己都成日都抱住呢一個嘅一個問題去質疑緊我自己，究竟我係唔係做緊一件啱嘅事情嘅？咁有時候一啲小嘅轉變啦，都唔一定要話轉過份新工嘅，可能轉過你嘅職位上面一啲細嘅 task 啦。其實對於一個人嘅激勵都好緊要嘅，因為咁樣可以避免到你去 burn out，即係油盡燈枯啦。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人啦，最緊要都要開發到自己嘅潛能長處，但係唔等於你要忽視你嘅短處啦。咁所以我哋通過嗰個克服我哋嘅弱點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嗰個長處嘅發展嘅。咁就唔好成日諗住先要捷徑啦。咁但係嚟緊 AI 呢個世代，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嘅問題嚟㗎。你往往都可能集中咗喺即係唔好吹毛求疵啦，即係下下都求真啦，或者太過牙牙烏啦。但係就唔好太牙牙烏啦。咁所以有一定嘅合適嘅嗰個工匠精神去鞏固翻你自己嘅專業，即係對你份工作係有一定嘅要求，於是乎你就可以建立到你自己嘅本事。咁記得凡事都係以任務為重啦，唔係淨係你個人嘅。咁因為工作嘅成就係來自於你嘅本領同埋長處同外在嘅需求嘅配合啦，一定有交集你先可以做得到個成功感嘅。咁所以希望即係大家聽得到呢度嘅時候啦，喺你工作嘅時候都會記住，你應該要成日問自己嘅問題係你希望別人記得你嘅係乜嘢咯？咁我自己讀完之後都真係覺得作者係一個管理學嘅大師嚟嘅，好犀利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喺本書裏邊啦，其實個重點比較散落啦。咁所以讀者要自行整理，我自己都整理咗好一段時間嘅。咁作者嘅個人意見同埋訪問嘅比例就合理好多噶啦。咁因為其實個主力都係用翻作者嘅見解做主導。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同學，如果你哋冇乜相關嘅經驗，或者可能你工作嘅地方唔係一個非盈利嘅組織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普通公司啦，咁可能就未必可以直接匹配，因為其實普通盈利公司就好簡單嘅啫，你賺到錢或者幫公司賺到錢人就應該留低，賺唔到錢嘅人就應該離開，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因為我自己本身嘅職業上面嚟講，我就會中意呢本書，因為佢講緊非盈利機構嘛。咁但係如果可能對一般人嚟講又未必咁中意啦，所以點解我喺開始嘅時候我又講到嗰個評分上面嚟講，我就俾咗5粒星，我就係俾咗3粒星啦。咁我亦都覺得呢一篇我自己寫嘅第一個版本咧，其實未必係好幫到人去了解本書，所以我喺頭先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其實我有個版本就係用 AI 加強版嘅。咁希望之後你哋有機會嘅話，都可以睇一睇個 AI 加強版啦。咁我分享到呢度先，多謝你哋，拜拜。